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1月初2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48篇，箴言第1章第1节到第7节，雅各書第3章13节到1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参加分享的主题是智慧的价值。新年新的气象。新年新的愿望，新的愿望有济济无共款的种类。有人想要更较好业，有人想要来升官，有人想要当选。但是如果会当有增加智慧的话，毋是更较好嘛？咱会记这伫上帝问所罗门王讲：你要爱我赏赐你什么物件？上帝嘛甲伊讲：伊只要开喙，伊就拢会互伊。所罗门王所要求上帝赏赐互伊的，却毋是其他的，是智慧。为什么伊要求财富，要求国度？以及更较大的王国呢？所罗门讲，安尼伊才会当好好来管理、统治上帝交伫伊手中所有的代志、国家、人民。这事实是上一个真有智慧的话，因为想要爱有上帝的智慧来管理上帝的产业甲人民。最近听到一个候选人咧讲，伊要将这个政府的这个官体捐出来做青年的主体。咱先莫论讲伊这个话是事实还是无事实啦吼。敢若这个成立，咱来讲。这就是一个无智慧的话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官体毋是私人的啦，是政府的。确实会有人用迄个宣告、公开宣告，将别人的物件决定捐出互人用。智慧真正真重要。若有智慧的人，拢会听出这种话。是黑白讲的话，箴言的价值是要爱互咱活地会通表现有智慧的形象，毋是迄种愚戆的形象。箴言第1章第1节到第7节，安尼形容迄个智慧。这个所在写讲标题写箴言的价值，特别的囝。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言，这个箴言会互人得到智慧甲启示，理解人生的道理，会互人受启示，用智慧办代志，实践公义、公正甲公平。这个话会互皇帝的人有灵卡。互少年人有知识、敖计划，佮互有智慧的人听了加添学习，互聪明的人得到真正的见识，会互人明白箴言，甲譬如了解智慧的人的话甲有言，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。愚戆的人藐视智慧甲假释。所罗门王讲到着智慧的价值，就是要爱互人会通认捌、知影上帝教导的真正意义，互无知的人会通有够精明，成做一个诚实、公正、甲正直的人。所以，互人迄个明白。箴言就是智慧的话，互人无论讲话啊，还是做代志啊，行达拢会当表出
表现出即种有智慧的人。基督徒追求智慧，咱大家知影，就是对伫认捌上帝来，是对天所想出落来的智慧，毋是用家己所认为的知识啦、方向啦来进行，乃是爱追求对上帝所想出的智慧。雅各书第3章13节到18节。对伫属天的智慧，伊有更较进一步的教导甲解说。这通讲是更较实际、更较进一步来说明基督徒的生命的表现应该爱有的品行。咱看见雅各书安尼来甲咱讲。标题是讲对天顶面来的智慧。恁中间有甚物人有智慧、有见识？若有，就爱用谦卑甲智慧，通过家己的好品行表现出来。恁心内若有恶毒、怨妒甲自私，就毋通夸口，讲白贼抵触真理。即款智慧毋是对天顶来的，是属地上的，属血气的，属魔鬼的。因为有怨妒、有自私、有混乱，甲逐项的歹行为。对顶面来的智慧，头一项就是纯洁，过来是和平、温和、有度量、充满慈悲，佮熬结好家子，无偏私，无虚假。公义是促进和平的人，用和平也的种子所结的果子。伫咱咧面对新的一年，咱不但爱期待上帝的祝福保守，咱阁爱决志伫迄个生命的实践的中间有好新的表现。不但是表现有好的品格，阁较伫种的信仰实践的中间去显现。咱是领受着上帝对天顶降落的恩典智慧的人。诗篇148篇，宇宙拢着称赞上主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！恁着对天顶称赞上主，伫悬的所在伫学乐伊。伊的众使者，恁着称赞伊；伊的众天君啊，恁着学乐伊；日甲月啊，恁着称赞伊；发光的星神啊，恁拢着学乐伊；天顶的天甲天顶面的水啊，恁着学乐伊。这个拢着称赞上主的名。因为伊一个命令，一切就做成。伊将这个安治好势，永远袂变迁。伊定规例，永远袂废无。恁着对地上称赞上主，大鱼甲所有的深海，死呐甲冰雹，雪甲云雾，听伊的话的狂风。恁拢着称赞上主，所有的大山甲小山，果子树甲百香树，所有的野兽甲精生，虫豸甲飞鸟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地上所有的君王甲人民、贵族甲统治者，少年人甲在色女，老人甲囡仔。
恁拢着称赞上主，恁才会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崇，伊的荣光盘过天甲地。伊互伊的子民强盛，互伊圣的子民拢称赞伊，就是遐个亲近主的以色列子民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感谢上帝赏赐阮有一个全新的日子，求主赏赐互阮智慧，互阮的生命有新的表现，有属天的品格，有较好的生命的实践，佮较亲像基督的样式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